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苏花公路大清水磅空这放入来，无多来通车，现场人员是分两头伫咧拍拼抢通。这公路总局表示讲，一直咧赶进度，目前进度正顺利。10号拍通了后，会进行3天的刷架加强工程。这段期间呢，会管制通行，19恢复正常通车。来讲到水路运输的部分呢，目前伫咧花莲港也有苏澳港调动军舰和快轮协助运送民众轿车，也有民众本人。另外，代替也增加这车厢，要来协助农产品的运输。灌手一直清理落落来石头，苏花公路大清水磅空放落去，现场人员伫两边向中抢通，13已经展开破开大石头作业，目前进度正顺利。今天早上已经完成北侧隧道上方石块的清理，那目前正在清理那个南侧钢构明隧道上方蓄积石块的清理。那这个作业是预计到明天早上8点之前要完成。苏花公路登记，交通部爱航港局调派船13到15开始往返苏澳港、花莲港免费疏运车甲旅客，甚至连军舰拢来倒3港，代替出动班车协助农山运输。这班火车就好了，能比较轻松嘛？不可能去开那个吧？我有想过自己开啊，可是太累了。针对苏果北运台铁给他们这个折扣，那一辆大概1700块左右。苏花大清水磅空要变15抢通，暗过抢通了后，会有3天的边勘加固工程，期间管制通行，也就是讲，会到19才会恢复正常通车。消息一出来以后，花莲当地民俗业者真烦恼，北部民众也承认，确实会影响出去佚佗的意愿。西部这边走一走就好了啊，点来的落实哦也比较危险。如果只是在计划阶段就当然会改地方或改期。花东就不太方便啊，对，就是路啦。本来就要去，已经订好房间了，对，就是先去宜兰，然后再看状况怎么样。其实越靠近过年，那所谓交通状况的不稳定，对于旅客的心理状况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暗过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表示，虽然各旅馆已经接到不少游客打电话来问，暗过春节订房无明显退订条，旅客意愿咧看路况是不是应伫19准时恢复，退订比例伫10%以下。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因为这大清水磅空崩山严重影响到东部交通，这届崩山路段毋是苏花界路段，是目前还佫伫咧推动的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这规划当中的路段。这交通部是答应讲，伫这届抢通了后，长期的目标就是希望成功推动苏花安计划，让东部民众有一条安全的路。不过因为这苏花安路线有经过国家公园，今年底会上宽平，若准顺利，上紧也着爱9年后才当完工。13早起，代替由宜兰开往花莲第一班加班区间车，也比较通勤时间，旅客无济，因为苏花路人登记，铁路运输需求可能增加。但是即马开始到15，国家开宜兰到花莲12班的区间车。我住南澳，不知道这一班啊。南澳、和平、新城和花莲站。往返花莲双向公路登记，交通部定出3阶段目标。第一期抢修要拼礼拜1通车。中期各起明磅空，长期要起长磅空。这摆事故就伫个苏花安计划当中的河仁到中德路段属于较路石的所在。过去无踏入苏花界路段，要起9.7公里的长磅空。未来在苏花安里面的设计，它是采一个9.7公里的一个长隧道来做处理，那就未来它可以避开我们这一次坍方的这个路段。苏花路人因为地质甲气候条件，历年来是一直山崩甲路崩去，东部民众这2年来诉求安全登去。回顾过去，交通部也要提出苏花高速公路方案。2004年，花莲县政府委外民调，高达77%在地民众支持苏花高。2006年，迄时阵也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也表态支持起苏花高。暗过2年了后，宽平互委员提倒来。2010年降级是快速道路顶级。2021年正名是台九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就是苏花改。再去分阶段通车，2021年才全线通车。村内无改善路段是踏入苏花安。整个苏花安，它除了
条龙隧道以外，它还经过太鲁阁国家公园，所以它的环评要做到年底，用4季的环评的资料来说服这个环评委员。所以同时，不管是苏阿改，我们把它完成，苏阿安也是尽力在完成。2010年创意旅行社游览车伫苏合公路顶悬，因为大量土石放落去，冰落海底夺走26条人命，加速迄时阵苏花改推动进度。即马苏花路人阁发生大规模放弃，地方是呼吁希望加速苏花案工程，唔通阁延前。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会期确定的延后到1月19，大成要来处理发6000块的特别条例，再来审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只要立法院特别条例通过，就随甲预算送出来。若准这预算经过立法院审过啊，就会赶紧发这6000块给民众。另外讲到内阁改组的部分，目前是要等候立法院休会了后，再来进行讨论。各党团同意，本会期。就是第6会期再延至1月19日星期四。立法院中央党团协商特成共识，搁延回到1月19，而且会先处理关系普发6000的特别条例，搁审中央政府总预算。我想刚才协商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只有国民党反对先处理总预算，就是大家很诚实面对大家在玩什么把戏嘛，是闹剧还是什么，大家各自解读。先审查特别条例。12年度的总预算，希望能够在19号以前能够完成3读。即使年前不能花，国民党团还是坚持希望尽快花。行政长苏贞昌讲，若特别条例伫立法院过关，就会赶紧送出预算；若预算顺利经过立院通过，就会赶紧发每人6000。不过进前，蔡总统定调，立院休会了后讨论调整内阁，即马立法院延回到过年前，也牵动内阁改组的时间。有关内阁的事情，总统已经一再明白说，在立法院会期结束后，就会跟外界报告。苏贞昌表示，甲总统见面的时阵，有亲自各方面交换意见。即马上重要是希望立法院赶紧完成总预算审查，和政府应有预算应为国利民。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去到新竹部队视察，针对着中国军机一直出现伫咧北部的空袭，即空军第2联队就要担起北部空防的责任。蔡总统也去到陆军的北测中心看舰岛射击。那即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也做伙对咧去，针对着外界风声讲，即郭立雄将有可能会接国防部长，这部分蔡总统是无正面回应。拖式飞弹正准击着半山的北区，陆军542旅联兵2营伫陆军北平中心接受测验，演练舰岛射击，运用无级无人机即时回报敌情，出动掩护舰车、分8架车进行实弹火力压制。总统蔡英文13亲身到场指导，讲这套实践训练下纳入义务役训练课程。这些训练内容跟训练方法的提升和调整，都是因应当前战备的需求。未来义务役恢复1年以后，依照任务的需求，我们也会接受这样的训练。我也要重申，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期待。两岸情势紧张，蔡总统宣布兵役恢复1年了后，最近真侪届师导部队提升官兵的士气。这届到新竹空军基地面对强击伫北部空袭愈来愈接出现，空军第2联队的幻象2000第一时间就升空捍卫领空。去年天龙操演也摕到团体总银票。总统这届师导新竹部队，国防部长邱国正甲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也伫边啊，传出邱国正转任国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长，郭立雄互人点名接任的可能性悬，互这3人的关系特别互人注意。总统，郭立雄会接国防部长吗？亲像参谋总长陈宝如、国防大学校长刘志斌、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等人，也是防长任命的人选。也是郭立雄接任，将是蔡总统任内头一个文人部长。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国内外研究甲病例发现讲，感染武汉肺炎了后咧，无论是轻症、重症或者是无症状，拢有可能会留病尾。今麦佫有研究指出讲，这确诊者的3器官可能会老化甲真紧，甚至有人确诊了后出现这颜面神经失调。
国内新冠疫情渐渐转好，13新增加21,384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降差不多21.6%。境外移入有353例，确诊个案新增加53例死亡。不过，即卖有美国研究发现，确诊新冠的民众导致脑心脏可能会加速老化，差不多3年至4年。但是真侪介中户确诊，也加速老化的趋势，甚至有病患因为新冠病毒竟然引起面部神经失调。我们的眼面神经受到了神经免疫的发炎反应，局部损坏了一些神经的传导，导致了神经的局部的瘫痪，使得我们眼脸下垂，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流口水。指挥中心嘛公布最新中国入境来台旅客采检情形，1月11日为通机场甲松山机场入境的1685人当中，有201人阳性确诊，阳性率是11.9%，是执行采检以来最低。不过其实中国新冠疫情也伫高峰。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连续3天无更新新冠疫情感染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就预测春运来时阵，可能会致使疫情传播速度变紧，范围扩大。目前从1月8号开始，从城市到乡下去，前一阵子是在城市烧，那开始回乡之后，会在乡下这边来烧。那等春节过后，会再返回城市了，可能会有陆续可能有这3波的一个状况。另外，最近长照机构确诊率升悬，指挥中心已经调整大宿舍长照机构公费快筛，照较早住民每礼拜2届体检，也甲工作人员每礼拜1届体检。照护员虽然他不是得病的人，但是他也会到外面去接触到一些社区的一些病患。那可能把病毒带回到长照中心，这些长照中心的这病人呢，说实在的，他们都不能动，他本身有很多的慢性疾病，一旦传染开来呢，常常是整个长照中心一起感染。针对本土疫情也搁持续，而且农历春节伫要开始，新北市卫生局也因应注射的需求，搁加开南口甲永高2位机动注射站，呼吁符合疫苗注射资格民众会当拥有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要过年啊，不过这病抢的价数却是愈来愈贵。伫嘉义县的东石鱼市场，就1公斤重的白抢花到2500。反而也讲，这今年白抢数量较少，价数阁悬，金抢、乌抢也是袂歹选择。要买鱼仔的民众伫鱼市场内底细价了解价数，鱼贩嘛无用咧整理出头的鱼仔。嘉义县东石鱼市场前2日白抢的价数为平常时的1200、1300，一直花到2500。这只大概快2公斤。2公斤，现在1公斤大概价格多少呢？就2200至2500。那这只大概多重？4000多块。啊，悬到啊，就1年才1届尔。爱食嘛是该买啊。今年白抢因为量少，佮加上过年有好客调的意义，所以这阵仔价数开始一直起。鱼市场的人就讲，除了白抢以外，其实佮有一寡鱼仔嘛是袂歹。它白鲳这个话大概3、4尾1公斤，然后这1公斤大概800、900块。金鲳鱼的话，这个大概2尾1公斤，这个大概300块左右。乌抢啊，银抢啊，干怎啊？那价数较俗啊。鱼贩指出，土特白腹啊，佮有用心的鹅啊，同款有过年好客调的意义。目前拢当着时，嘛会当互买款年菜消费者有负担较轻的选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彰化，最近有一阵少年人因摕价1000块去到夜市啊、槟榔搭超市，趁头家伫咧无用的时阵，用这价钱买物件耍游戏，已经有8间店家哄骗，警方也掠到9个嫌犯。另外，伫云林北港也有店家收到100块的价钱，警方也等咧调查。桌面摆满一张1000块的价钱，每一张编号拢相像。而今咧彰化地区，有一阵少年人摕到这1000块的价钱。来到彰化夜市不能打，和店仔买物件耍游戏，来换真的钱牟利，现在拢被警方逮捕。那个集团的成员是在网络上以每张新台币5元的代价来购得玩具钞票，那利用同时多人消费及找钱，使摊商无法及时来验钞的手法，来不法获利约新台币9万元。那本局将持续的追查。彰化警方表示，经调查，这个受害总共有8间店家被诈骗，逮捕集团成员总共9个人，其中有6名未成年，全以刑法诈欺罪，刑事为做钱顶罪行来上班。另外来到云林县北港地区，
近期嘛传出店家收到100块的价钱。是拢要网络拢去看，人拢讲啊有假哦，要注意哦。哦，你要安怎防范啊呢？阮就拢手法就唔知。哎，100无，我是拢共款啦吼，你也用摕新的吼，就感觉哎呀就安尼啊。当地有摊商表示，100块面额较细，收钱的时阵确实袂特别去注意。至于云林北港警方就讲，目前已经有接到报案，并且受害人到派出所做笔录，将伊解释去追查出使用者，专利来查起假钞源头。记者用中华。美国总统拜登昨有承认，除了伫华府办公室有发现到这政府的秘密文件以外呢，在伊厝内面也有。这司法部长贾兰德是要求讲，就要进行独立调查。拜登的律师表示，这个文件是无注意放伫唔对的所在，这个总统也会配合，把这个文件拢交倒转去。美国总统拜登12号媒体问讲，伊伫咧德拉华州的徛街所发现的上新的一批机密文件。尾啊，佫讲另外一个发现文件的地点是伊私人的图书馆。Classified material next to your Corvette. What were you thinking? My Corvette's in a locked garage. Okay, so it's not like you're sitting out in the street. People know I take 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classified material seriously. I also said we're cooperating fully and completely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view. 司法部长贾兰德已经任命前政府检察官霍尔进行独立调查。霍尔是川普做总统时阵任命的马里兰州检察官。贾兰德讲，拜登的律师是去年12月20日发现车库内面的文件，联邦调查局已经将文件暂登记保存。司法部是这个月12接到律师通报。The document authorizes h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y person or entity violated the law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matter. But under the regulations,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ere require the appointment of a special counsel for this matter. 拜登的特别法律顾问索博发声明，由白宫代为宣布，声明讲，总统会甲调查这件代志的独立特别检察官合作。We are confident that a thorough review will show that these documents were inadvertently misplaced, and the president and his lawyers acted promptly upon discovering of this mistake. 拜登的私人律师是去年11月初2，也就是其中选举进前，伫咧进前工作的华府机关办公室一个有锁的柜仔内面，第一遍发现机密文件。不过，这个消息一直到这个月初9才公开。所报讲，要因检视拜登伫咧2017年退任副总统的职位了，其他可能运送甲藏文件的地点。司法部伫咧过去几个月一直伫咧调查前总统川普海河庄园发现超过300份机密文件案件，伫即马拜登互人逼供，也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司法部也找专人就法律甲政治面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去年联合国捌讲，这个罗西亚加乌克兰拢有对战术动情。目前乌克兰执法单位查出讲，伫罗西亚军队所占领过赫尔松地区呢，大概有200人受人虐待，受害者即马也跳出来证明。另外，伫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是有出现一座大型的看板，顶头印去互烧掉的克林姆林宫，这民众大概是3钱翕相，要来消透心肝台湾去。 Коли в тебе на голові мішок, і коли тебе б'ють, і складається такий вакуум, ти не можеш не дихати, нічого, ти взагалі ж нічого не можеш зробити, і себе захистити ти не можеш. 讲迄段战争的经过，带伫乌克兰赫尔松的居民目屎甘目圆。俄国开战了后，入侵赫尔松的俄军唔但满伊的装甲，各用步枪拍伊的面，伤到严重到敢若会当去做美容手术复原。 Тому в мене кухня така невеличка. Вони нагріли кип'яток. Якщо я не працюю, тобто руки мені не потрібні. Тобто я одну руку висмикнула, а на ліву кип'яток пішов. 类似的故事也伫其他互俄军前任对台赫尔松人口中讲出来，有人一直放电，也是讲断骨头、性暴力的事件嘛真济，互人家己的人可能几落个月拢无有够的食物甲水通食。乌克兰执法部门甲国际检察官协会为俄军夺回赫尔松了后，就展开调查，目前查出差不多200人互俄军刑求，人数可能也会增加。 Ми беремо такі катівні масштабні, то там знаходилися спеціальні підрозділи, і таке враження, що вони пройшли спеціальну підготовку з катування людей. Це підрозділи Російської гвардії і ФСБ.
联合国去年11月就捌提出证据，讲俄乌双方拢捌研究掠到的人，而且俄罗斯是有计划伫进行。根据乌克兰当局的报告，5万件战争罪记录中，有将近8,000件是伫赫尔松。俄军暴行也激发乌克兰人的怒火。最近伫首都基辅市区，就出现一座设计做邮票造型的大型看板，顶悬印克里姆林宫互人烧毁的图样，也引起不少民众做伙翕相写信。公司新闻牛燕编译。伫瑞典发现讲，这个欧洲上界大的稀土产地有超过100万吨。这稀土是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原料，亲像手机啊、电动车甚至飞弹拢用得到。目前无生产稀土的这个欧洲呢，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若准会当顺利开发，就当减少对中国进口的数量。欧洲伫停止伫珍贵稀土原料对中国的挖矿答案，可能就伫瑞典北部拉普兰地区，由政府所属的瑞典矿业集团 LKAB 探勘的矿层内。2021年，欧盟使用的稀土98%是为中国进口，因为全球伫电动车、风力、加热机的需求增加，这项互人发现是绿色转型的关键。LKAB 12表示，矿层范围的稀土有超过100万吨。What we have now is the largest deposit in Europe regarding these materials of REEs. Of course, it will be a foundation for a continuous European leadership regar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is important task to electrify and conduct the green transition, but continue to be competitive. 虽然讲这是欧洲上大的稀土矿层，但过占全球总存量的比例真少。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烂系统元素内底17种元素的总称，运用范围真宽，手机啊、硬碟、火车，也有包括风力发电机甲电动汽车引擎，拢用得到关键金属元素，也会当用伫军事设备，像讲飞弹的诱导系统。It is a significant happening which can play a key role in securing a green transition within the EU. 欧盟执委会表示，因为欧盟经济的数位也加绿色转型，稀土需求到2030年增加到5倍。瑞典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互人当作是真重要的国家。不过，伫瑞典开采矿层真困难，因为北欧国家真烦恼新矿层可能对所在地区的水资源、加生物的多样性带来风险。得到批准的过程，大部分是真废弃个了工。LKAB 嘛承认，说来要进入环评，得到许可这流程，估计至少要10至15年才当正式开采。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大学学测今仔日是举行的头一天，今年全台湾有118000多名考生，是因为有停课加基职学生，所以偏去年是加2000人左右。这届考试依然受到疫情影响，而且学测是无开放家长去备课的，而且第这届呢，这确诊轻症、无症状、加快态阳性的考生，拢会当参加考试。没有吧？进入考场进前，先甲朋友做最后的复习。大学学测第一天，大先考的是数学 A， 因为最近这几年数学 A 好判考无稳定，和外界认为鉴别度无悬。不过这届考刷了后，学生囡仔普遍反映好判考有小可调降。跟1比起来简单蛮多的，我觉得可以难一点点，因为它有一些题目是你看就差不多就知道了。在题目叙述里面，对于连结解题概念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比去年容易的部分。如果有熟练课本的部分，其实在这方面也可以掌握得不错。数学科老师认为，考题好判考重啊，而且有鉴别度，期待未来拢会当继续维持。但是自然科纳入新冠肺炎诺贝尔奖相关的时事议题。以物理来讲，偏向基本题型；化学是科研计算加伦理推算；生物加地科拢看到跨领域的概念，好判考重啊。就是他有出一些去年得诺贝尔奖的，他是做什么东西？因为去年偏简单，但是今年稍微难一点点，但是也还好。阅读量比较大，这就是108课纲的意义啊，就是要你很多字啊，那你要去克服啊。今年化学考题的图表题。占比非常高，学生必须要能够熟用分析、统整还有推理的能力。COVID-19 疫情相关的额
呼应了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和环境永续的热门时事。这届学历测验开放予较真轻症、无症头加快态阳性的考生参加。13点前自主通报，会安排居家护理考区。今仔日0点了后，较真是伫原考场由自主通报，佮安排到备用防疫试场。大考中心统计，自然科拢总262个人使用居家护理试场，也佮18人因为发烧，也是今仔日较真这个情形使用防疫试场。若是数学 A 考试，初步统计有27件违规，依照袂使载物件去考试作为上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女性敢有继承技术工业的权利呢？本地技术工业条例原则上是由男性正做派下权，却因为社会变迁，由女性想要做派下权，成正实现。今日宪法法庭判决相关法条因为无保障女性的权利，涵盖范围无够，宣布部分来违宪。为古早流传到今祭拜祖先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工业制度，以前原则上是由男性正做派下权，落尾有女性也想要正做派下权，所以因为技术工业条例规定，原则上男性子孙才通正做派下权，就无法度得到权利，所以申请实现。13宪法法庭判决法条保障范围无够，违反宪法第7条的平等原则，宣判部分违宪。它规定了男系子孙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是应该是继续存在的，继续有它的规范效力。那但是呢，这一条规定，因为它没有涵盖设立人其余女系子孙的部分，原则上是以男系子孙为主，就抵触了宪法第7条保障性别平等意志。法条规定有规约规定的技术工业就按照规约来行，无规约的就按照技术工业条例行。宪法法庭统计，目前有1221个技术工业无规约，占整体37.6%。判决了后，这些技术工业拢会受到影响。女系子孙的部分，那未列为派下原者，可以检具为设立人直系血亲非亲属之证明，请求该技师工业列为派下原。而且呢，他呢是从请求之日起享有为该技师工业派下人的权利。不过，目前大部分的技术工业拢有规约规定，但是这个规约本身就排除女性正做派下权，即摆宪法判决要是无法度保障到因。而且，若是现主时无规约的技术工业，即摆开始定规约排除女性，嘛要是会影响到女性的权益。记者郭文丹报道，台北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伫2月初5开播。今仔日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去到上山文创园区，公开今年灯会内容。这个灯区融合新住民等等的文化元素，其中有一个灯号名做“阮就伫遮”，要来展现新住民的文化，已经伫咧台北这块土地啊。经过23天才转来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来开箱，以特别为主，关到7米的阮就伫遮，嘛代表新住民甲文化融合的多元。一般我们那个新住民就是在东南亚，所以他们都是用那个竹子去做作品，那个所以我这一次是用竹子最上面是用不规则的，一直延伸下来。这届台湾灯会总共规划4个灯区，其中伫上山文创园区的关灯区，有超过20件甲新住民、原住民、客家等族群基地的相关作品，强调无共族群的共融。亲像堂看拢有15米的大型火堆啊作品，参祖灵对话路径，就展现原住民对祖灵信仰甲文化传承的期望。在这个都市，其实都市很多部落的族人啊，都市可是没有办法做一些那种仪式。我想要借由这件作品，也可以祝福在离北的孩子、离北的族人，也可以被祝福。关团局表示，这届台湾灯会主题是光关台北，串联12个行政区，会伫2月初5来起稿，等到2月19。这届嘛有全国各学校、机关团体的师生、家长等等创作的传统艺术歌灯，大约200件，会伫市府的4棵位啊人行道来展出。记者伫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立法院进前3初通过《边境地权条例》，禁止有卖厝转配、司法人买厝许可制等等。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敬群表示，针对换约限制会有日期的限制，会透过主法修法。不过，时代力量立委早起就举行记者会批评，认为政府拍炒饭拢是画计。
边阮第款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车执才3读通过，限制遗售处换约、司法人买房采用许可制等等。原本市场预期今年年中新法案正式上路进前，会引起一波遗售处的夺命潮。但内政部代理部长黄建群证实有入出条款，上路进前买厝未来拢会当转卖，司法3、4个月内会完成。过去人民在买这个预售屋的时候，政府并没有禁止换约啊，所以他当然这个权利就是他的权利嘛。所以一定是在法律正式施行，而且预售换约，我们背后还会有执法的定嘛。早起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智王婉如是开记者会批评，这都修法就开后门，民进党要拍插棒根本就是假的。我认为花部长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违背了母法修法的意志来立执法，来替建商和投资客解套，坐实了外界对于民进党针对打房、对于讨房的态度。这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年轻人的打假球的政策而已。区显智嘛鼓励，若行政院定出的施行日期是4月初1，就表示讲，不管什么时阵提到的遗售处合约，在4月初1了后，拢禁止转卖。但是黄建群家己创法律，解说4月初1进前签的遗售处契约同款会当转卖，根本就是黑白解说开违法的后门。呼吁政府较紧公布法令和施行的日期。针对于预售换约限制不涉及既往部分，它是依据法律规定和法理办理，绝对不是打假球。如果上路之后你签了约的部分，就除了有2等亲或者是公告可以换约的情况外，原则上是限制再为转售。内政部强调，未来修法上路了后，在市场交易的时阵，接手买遗售处契约的第三人，一定要考虑到后壁会受到限制换约转售规定的管制，投资客就会袂阁入场来接手，炒房的疑虑嘛会消失。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因为呼吸衰竭的从叶克膜4个月，一直耽误器官通好移植。台大病院的医疗团队就决定要挑战困难度真悬的活体血液移植，来救一个妹妹的命。这个妹妹的父母呢，一人捐一半血，让囡仔恢复健康。这是国内头一个活体血液移植的手术。团队，然后透过这个活体肺叶移植的手术，让我们3个人能够平安顺利。把我这个濒临死亡的女儿，把她救活。除了感谢，也是感谢廖先生的囡仔，去年因为白血症引起呼吸衰竭，使用 ECMO 维持性命4个月，一直耽误大爱血液捐赠。看到囡仔的状况逐工变歹，罗尾病院提出父母活体捐赠血液，给囡仔的建议，就算父母拢会失去1成以上的细胞功能，因要是就决定。很快，我们就是家人讨论之后，我们就做了这项决定了。对小朋友而言，他已经使用叶克膜长达4个月，所以他的一些出血的情况都会比别人严重。再加上小朋友跟大人不一样，他的这些血管、气管都会比较小。台湾过去并无活体血液捐赠的案例，而且捐赠的条件真严格，除了爱2个18岁到55岁评估健康的人，搁爱是病患高龄亲以来的亲人，而且体型、血型等等，拢爱经过评估适合。落尾是由爸爸捐出正下边的血液，妈妈捐出倒下边的血液，病院出动4组人手共时间进行手术15点钟才完成。就好像我们这个肝脏移植有分为脑死器官捐赠跟活体器官捐赠一样。好，那只不过肺脏移植的活体器官捐赠需要有2位健康的这个亲属来捐赠家属，相对跟肝脏移植跟肾脏移植只需要有1位家属捐赠器官，困难度是多了多。病院3今2个互廖小妹一个血液庆祝，台大病院表示，这摆手术就算是由技术领先的日本来评估，成功比率也只有50%，因为在国内这算是技术试验，前3个费用是由病院来负担。记者郭本淡报道，台北报道。台北市自控制10大危险路段出来了。根据着机关指出讲，这树林区的中正路，敢若去年1年的车祸案件就超过1000件，地体1600公尺内，平均一天就3站车祸。另外，民权东路6段加基隆路2段，这事故发生率也真高。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会针对危险路段，除了加派警察稽查以外，也透过重新划分标线等等的措施，来降低事故发生。台北中正路除了车侪加上路边停车甲这分出入口，车大部分拢会转弯，互骑机车人经过这是心惊惊。这里很恐怖就突然窜出来，或是车流量很多，然后又加上有公车跟我们交替。它是重要道路，对，车流量就是很大。
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的统计资料，不只是中正路是危险路段，亲像民权东路6段，抑个基隆路2段，一年的车祸拢超过700件以上。因讲是一天至少2件车祸，抑个民权西路仁爱路4段，肇事率也无低。优先要针对我们的一些易肇事的路口以及路段，就是这个要将相关的资源对症下药，那也必须就是把资源花在这个刀口上。针对中正路上有6处的路口，我们来优先去检讨、会勘改善。针对一些道路的一些标线啊、标志啊，如果来强化它的一个作为，我想我们也会来去检视。将车道的功能划分做清楚会更加的重要啊，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车辆在路边停靠啊，或者是转向的时候呢，会干扰主线车流的行进。不止交通事故愈来愈多，抑个外国媒体报道台湾交通亲像路人地角。台北市长郑万安表示，会加强处理无免让路人的状况，洗清污名。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有2000多个弱势囡仔是住伫咧家养家庭，而且平均每冬会增加500个左右。教育基金会表示，需要帮助的囡仔是真多，不过会讲提供家养服务的家庭却是愈来愈少，是因为大多数的家养父母退休的关系。今仔日伊也呼吁讲有在调的家庭做回来投入服务。那我负责的部分就是把贴纸撕下来，然后让它贴上去，然后再对应它有没有贴错这样，还亲人家的脸颊，然后来抱抱你这样。一张一张手做的卡片，拢是家养家庭陪伴弱势儿童的记录。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可以成为温暖的人，那也学习分享。我要让他们自己学习怎么去照顾小孩子，那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而已。那没想到我们全家因为寄养服务，然后全家凝聚在一起，然后反而更幸福。当初时，妈妈一份简单的信念，让规家人投入家养服务的行列。虽然生活加较无用，不过因感觉，让弱势儿童有瓦靠才是上重要的。家福基金会表示，需要家养的囡仔，平均每冬拢会增加500个以上。不过，会当接受家养的家庭，其实无够多。结束寄养服务的家庭，远比新增的家庭还要来得多。也就是说，寄养家庭的这个家户的失学，我们可以看到是还蛮严重的哈，将近有40%的家户是因为退休了。好，是因为退休了，所以结束寄养的一个服务，其实需要很多的支持哈。那当然包括社工的一个陪伴，提供一些寄养家庭的鼓励跟训练。不愿看到家养家庭出现断层，家福基金会表示会加强提供专业的训练，望有稳定收入，而且受过基本义务教育的家庭，会当踊跃加入服务。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今年过年有休10天，这台东县的饭店订房率有到90%，不过伫外岛的绿岛甲兰屿，这订房率无悬，准票也只有85%左右。另外，台东的富冈渔港目前正在翻新，县政府也希望讲过年进前赶紧来完工。富冈渔港客船上船码头13正式开放使用，将建好的上船码头改成较早楼梯的设计，改造平面，避免游客跋倒，嘛会当方便新庄游客上船。同时停车空间嘛重新拍红毛图，方便民众行路。另外，买票后准式的空间嘛拆除无必要的设施，所以看起来较开阔。游客上无满意的变数嘛拍掉顶座。包括的男厕、女厕等等的这一部分，让整个环境可以更通透。那，整个灯光打的灯光也会更明亮，那整个舒适性也会有所提升。过年10天连假伫要到啊，虽然目前订票要去离岛的船班敢若50%订票率，不过天气良好天，也有可能常常有游客要上船去离岛。县政府是讲，上船码头改善设施启用了后，春节要去离岛兰屿的游客都有真方便的公共设施通使用。另外，台东部落的居民也提醒游客，各部落定定拢有家族啊，也是部落的祭典。祭品会放伫部落四周围，因为祭品会经过记号的仪式，代表特殊的意义。呼吁游客到部落唔通摕走涂骹的槟榔，还是水酒这种物件。我们家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还是我们要庆典啊，要去那个山上了做什么？这个要把这个不好的给它送走。县政府呼吁游客春节期间到台东佚佗，上好事先安排交通甲住宿，尤其是离岛，以免临时上岛煞无所在住。记者综合报道。
往年啊，这假物件的需求量也变大。根据着中华邮政高雄分局统计，今年过年期间呢，过年进前被寄这包裹量是平英过增加1成。过年进前也就是最后一天上班日是1月19，那准许同刚要收到包裹，上班伫今仔日就要寄出去啊。另外，伫屏东的九如呢，有一条街啊，拢伫咧找这甜果，一礼拜进前就开始互人客注文啊。邮局员工加紧速度，把包裹分类一车一车送出去。农历年要到啊，包裹寄货量达到高峰。高雄邮局统计，今年寄货量比往年增加1成。提醒民众，若是要伫农历年假前最后上班日19收到，13就一定爱寄。货物多啊，怕太多了。我们比往年的话，我们大约增加10%左右。我们一定会动用加班以及家人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投递的时效。为了消化包裹，高雄邮局讲会加人加班运送，互民众如期收到货。命过年甜果是应景的食物，屏东九如乡这条街，逐年过年前1礼拜都陆续会闻到甜果味，因为街啊几落户人拢会手工做甜果，互民众过月。有一户人是做甜果超过50年，为阿嬷的手头接来继续做。有的是提早20撮，有的18撮，这无得确的。啊，阮是拢较晚、较晚、较早，人也来预约看偌济吼，啊，就甲登记起来安尼。好，我旧年要参大来参大拢无，我伊摊多来就甲我讲，我看见要客倒来。业者讲，差不多1礼拜工作日做偌济甜果无度计算，因为有当时啊订单一个来都是20外个，要网络做伙购买，不过一定会尽量冲关数量，满足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检警抓到一个山鸟市集团，有抓到5个嫌犯，也查到7栋的珍贵木材，这价值有上百万，也甲这个人移送法办。警方入去甲仓库，看到拄仔咧处理水疗茶，仓库外口也放满为荷包扣来查扣。宜兰检警查查兵分真济路去姓王的10人为主的山鸟市集团，徛去甲仓库查出7栋的水疗茶，甲一寡安非他命水疗茶市价差不多136万。于王姓、田姓祖贤住所及仓库，当场查获大批遭窃取之漂流木，现场查获大量红块、扁柏等一级贵重木。经罗东林管处人员测量后，重量高达7公吨。根据检警调查，山鸟市集团为发扣荷包顶罐水疗茶，最后佫由姓王10人做成木艺品，或者是萃取精油来卖。专案以违法信任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上班。扁柏它摸起来它就顺顺的，这样子不会刺。啊，如果是红块就会刺。这犯罪集团扣的水疗茶拢是一级贵重的布皮啊、甲胶壳啊，目前暂时放伫罗东林管处，警方提醒，国有林班地内底冲到荷包的水疗茶拢袂使扣。若甲国有林区以外的水疗茶，无经过林政单位甲关切政府公告，因扣进前，伫私底下凊彩扣拢是违法的。记者综合报道。一早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4度到23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